呢度咧係俊文苑600幾尺3房嘅單位嚟嘅。咁我今次咧就對設計師咧又希望有3個要求啦。咁第一咧就將廚房咧改為開放式啦。咁同埋就或者係將呢間房咧就拆咗去，就改為係2間房。咁令到個廳嘅空間咧係會大啲。咁同時咧就希望喺個廳裏邊咧就有一個少少嘅工作間啦，就方便我仔仔用電腦啊，或者係書寫啊咁樣嚇。我覺得一個好嘅設計咧，最重要就係一個空間嘅運用啦，同埋一個之後就係個選料啊、材料嗰方面嘅配搭啊，跟住之後就燈光啊、效果啊。最重要嘅係就係個設計方面咧，要有一個舒適和諧嘅感覺。睇完業主嘅要求，我哋而家係逐個部分去睇下設計師嘅建議。阿基日呢度有3間房，你會揀拆邊一間咧？我會揀咧拆咧就係近住門口呢一間房啦，因為呢一間房咧最影響呢個客飯廳咧，就成個嘅空間同埋距離個睡房區咧實在太遠啦。咁拆咗呢間房之後，會唔會變成一個儲物嘅位置咧？當我拆咗呢間房之後咧，就會呢間房咧將會變做係廚房嘅，會同原有個廚房會對調翻啦。將廚房改到客房位，再做埋開放式，飯廳嘅空間再擴闊咗，唔使好似而家咁飯台黐住廁所。阿基人，你建議咧將個廚房改咗喺客房嘅位置啊？咁原本嘅廚房位應該變做咩咧？原本呢個廚房位咧就將會改成一個大啲嘅儲物空間啦，同埋因應業主嘅要求啦，會喺呢個窗嘅部分咧，就會做一個書台啊，同埋工作間啊。工作間用咗 TV wall 做分隔，有翻一定嘅私隱。而改變電視嘅擺位，梳化同埋電視嘅距離可以有13尺，梳化同電視都可以再買大啲，符合翻業主要求客廳大啲嘅要求。好啦，3房變2房，客廳嘅空間咧就大咗好多。咁但喺顏色同埋用料上面咧，點樣配搭先至好啲咧？嗱，呢間屋個空間咧就唔算係太大啦，咁所以我選用嘅材料就係以淺色為主嘅。咁喺客廳呢個位置咧，你又會用咩顏色同埋物料咧？嗱，最主要呢個客廳咧，我用咧就係另外一埲牆咧就會用乳膠質啦，即係其他牆身會用乳膠質啦。咁去到咧呢2間房嘅房門啦，同埋房門咧就會用呢個長條嘅白色嘅門啦，同埋其他門隔離門框隔離嘅咧就會用一隻特別少少嘅牆紙，會去襯托翻呢間屋溫暖嘅感覺嘅。傢俬用咗淺橡木色，再襯翻有少少反光感覺嘅石地板，將視覺空間拉到最闊。太太，聽完設計師嘅建議啊，有冇乜嘢想問啊？有。呢個廚房喺呢邊啦，咁如果嗰啲水喉位咧，咁應該係點樣？係咪要改動咧？變咗係會有改動嘅。咁最重要咧，廚房最重要走咧就係走嗰個去水位嘅啫。咁我去水位咧，我個走法咧就會首先藏咗落個櫃嘅腳左下邊，再走咗出去，去到咗咧就去到過咗啲櫃之後咧，就嗰部分咧就藏翻落地下，就跟翻原有嗰個去水位就可以走翻出去㗎。阿基話，由於去水喉大部分都喺櫃入面，得3尺左右會收喺地下，再駁去廁所嘅去水位，即使要維修起嚟都唔會太難。咁喺顏色配搭用料上面有冇啲咩意見咧？都 OK 啦，因為我哋都係比較喜歡淺色嘅顏色，同埋我哋間屋又比較細啲啦，應該淺色顏色係比較適合嘅。好啦，傾到呢度，希望大翻新之後可以幫到劉太你啊！而家將時間交俾阿東。